世覺笑因有人說住真，細細撫轉身。善男信女聽人言，聽念三世因果經，三世因果非小可，忽然真於莫非淺。今生做官司何人？前世黃劍中化身，歲歲數來，今世數制，拋劍大火全除。還盡縱發苦自痴，而害於來蓋自身。莫說做官不容易，前世不修行出來。這馬座座為何人？前世修漂泊路人，傳劍尊官為何人？前世捨義濟貧人，有妻有春為何人？前世茶飯是貧人，無妻無眷為何人？前世沒守本分門，高樓大樓為何人？前世神秘真人，福當該中為何人？前世咒是真難真。